洗碗26 days， 識法文先得8K 啊！我假假地都係一個大學生，點解家下連洗碗都冇資格做啊？洗大餅啫，要咩 quality 啊？識法文 Zahidku， 仲要6日工作，每日9至10個鐘，人工先得個8至9K 歐元啊！講笑咁講啫。原來單嘢都係一場誤會。呢間法國餐廳嘅負責人話，由於員工全部都係外籍人，只係想請個識簡單英文嘅，方便溝通啫。點知勞工處個網冇呢個 option， 咪大包圍踢晒佢算咯。勞工處打過俾佢哋 confirm 噶，點知對方就誤會咗，以為做法國餐廳就一定要識法文。負責人話，廣告前晚出街之後收咗百幾個 call 嚟鬧，但其實餐廳根本就無意睇低香港人，仲已經請咗個唔識法文嘅洗碗，好無辜咁話。其實呢個價都算合理噶啦，除翻開時薪都高過28蚊幾蚊嘅。尋日立法會就討論政府檢討緊嘅最低工資水平，20蚊張就話飲食界因為呢28蚊已經牙痛咁聲啦，建議今年維持不變就算。俾到31蚊，好多人就會問：而家都俾緊31啊，你驚乜咧？咁我可以話俾你聽，一定係驚，因為去到31蚊嘅時間咧，嗰個橫向漣漪效應咧，就一定將我哋可能推到32、33、34、35，咁然後咧，我哋垂直向上推嗰啲咧，又一路去推高。不過多個關注基層嘅團體都認為，按通脹推算，今年嘅最低工資水平起碼要升到30蚊或者以上先至合理啊！